乡亲好，欢迎收看村民台会，我是汪小 K。我哋系到土壤滚饮界了解台滩回顺，其实大部分的贵台片都系台滩工业区，大部分有一个台滩天然气发电厂，佢系全国体台嘅。乡亲朋友看到，呢边回顺东风亮哦，其实今年嘅8月，中油公司就会到大部分类似一个几条嘅第三天然气接收站，佢系一个动态规模嘅投资案，总经费系累到了600亿元，还有充气供应本推田来发电。他家底下有一个冲突系，到了个回顺大厦又动到了个历史洞冲桥嘅左脚俄罗斯，大家谈到了左脚系咪动熟事？其实呢，土壤嘅滚饮到新闻界大部到2年前，因为环境保护运动，就产生了滚饮左脚嘅保护区。在地方嘅环保团体都认为讲，你安太规模嘅投资案系讲冇好好的审慎评估，恐怕就会直接破坏到安静规嘅国宝级嘅一个自然景观。今日村民大会来到采地现场，就超多大家相关部门向下来好好探讨指教，一个问题有可能改变冇？用一用，嘛嘅方式来改变，好好的讨论。呢啲下眼皮去到会会讨论嘅现场。好，今日也针对左教呢，你好好的讨论。提前为大家绍介来宾，第一位来宾我们知道是林务局的副局长杨宏志，杨副局长好。各位乡亲、电视机面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务局杨宏志。欢迎你，请坐。题目里边你绍介是土壤市农业局林务科嘅科长刘秀庆，刘科长你好。好，大家好。欢迎你。第三位来宾你绍介是农委会体育事务研究中心嘅副研究依然刘静瑜刘研究员你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抢错。第四位来宾呢绍介是土壤采地联盟嘅理事长潘仲景，潘理事长你好。各位乡亲大家好。里头，你个土壤采地哦，听从了大家绍介，你土壤也有一个保系按照藻礁。其实藻礁这样一个特殊的，不知道是生物呢，还是植物呢，还是动物呢，还是纯粹就是地质景观，它那么的特殊，在历史上具有台湾的一定重要成长的意义。所以看其实全台湾啊，哈，那个藻礁不但像土壤有，过土壤系体态的，看到像土壤啊、性别啊，还有屏东最南边嘅恒春半岛，都有这样的藻礁地形。还看土壤嘅藻礁。你下公司的体育名就是关心藻礁，在前几年呢也被划设为野生动物保育区。看到你还面对你突然有一个保护按到藻礁，就看到其实这个位啊，就是你根本的流量嘅所在。看到从北边嘅竹围渔港往南，一直到这个永安渔港，就是在新屋啊、滚饮俩大部嘅气味，就有俩个按照藻礁俄罗斯，你下拄到咧俩个中油公司。运算到了解气味，类似几条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了解安泰规模个投资案，然后你采地个体质环境个造就，两者之间会有乜个冲突哦？先来看下辈个报道，怎来了解个事情。桃园观音海顺的台风茶，天定海风建材来发电。另外，台潭也节的海顺，除了有风力发电机组，还有全台湾清台的天然气发电厂台潭电厂，现时有6台复顺版发电机组。目前啊，以台电的年度的供电的来看的话，大潭电厂是占北部地区1/3的供电量，然后占全台湾大概是1/10啊。等于说有10度电的发电量，就有1度电啊是从大潭电厂产生的。政府2020年来完成非核家园的目标，中油公司未到配合别项计划来打造第3座天然气接收站，比如就到观塘工业区。观塘工业区它已经通过环评了，而且它实质上当时已经施工，它已经填好一块2.5公顷的土地。那我们可以立即用这块地来兴建筑槽，同时它有一些临时的设施啊、码头了这些设施都已经完成了，
包括设计都已经大部分都完成了，所以对时效上可以缩短很多。先到模擬要安排ใน觀塘工業區來起第3檢驗器接收站，才引起環保團體嘅不滿。正義也特別就討櫃台片係當政規嘅台談做政當空，佢嘅就會同也條做這位天機都賣槍槍。佢講哈，我去了觀塘港到關心藻礁哈，一天關下的麼那關心藻礁不在保護區之內，其實佢是貴渣連體因佢貴下佢話所以講中油會避開嘅話開發避開保護區，其實係講假嘅。現時要計劃當地嘅政客也行我在個做環境差異分析，中油面強調同會從6個素材會提出完整嘅環境調查報告來提供環保署來審查。工廠會等到反查通過過後再來通過，要從能源同大自然嘅挑戰才會開始。台灘呢係一個回旋嘅較重哦，因為佢個圍一下培高，所以對很多人來講，不管是這裡的藻礁或者這裡的大潭觀塘工業區，對台灣各地很多人來講都有一點生疏、陌生感哦。其實這個看起來有一點相對荒涼的地方，它是有一段歷史。簡單到大概少改哈。在前一個世紀的世紀末，1998年的時候，台大的戴昌鳳教授先是在這個地區發現了有藻礁，在大潭是全國最早先發現有藻礁。但是呢，隔了幾年進入20世紀以後，在1999年改期間，該東西走起啊，也順以右面改這個東鼎公司的觀塘工業區開發案，它的規模很大，就是在我們觀音外海填海造陸600公頃的工業區，即使你發現了大潭藻礁，但是隔年仍然通過的這個開發案，接着呢，這邊就新建了這個大潭電廠，它是全台灣那個體態嘅天然氣嘅發電廠哦，它有6座的機組哈，全台灣10度電有1度電是來自於它的供給。那我們台灣沒有自己生產天然氣嘛，我們都是跨洋運輸，從西非啊，從中東那些國家進天然氣，簡稱 LNG 的這種液化的天然氣到台灣來，所以中油這個全台灣的供氣廠商來長期合約供這個天然氣給大潭電廠。到2010年期間，因為311的日本大地震，我們發現了核災之恐怖啊，所以全國人人皆曰不可有核能發電廠。所以該期間呢，就想講唯有了解能源發展最後呢，在整個經濟能源的佈局，還是天然氣比較安全嘛，至少沒有核廢料。所以呢，就希望這個大潭電廠可以擴充它的產能。中油公司就想講，多了解工業氣，為了去記到個第3天然氣接收站嘛，哈，因為這個大潭的電廠，它這6具的機組，大部分他們的天然氣現在還是都是南氣北送，靠高雄跟台中的這個天然氣接收站，透過那個海底管線輸氣上來，所以就想到北偏了解台灘體氣類起一改。漢卡呢，到2016年就是去年，他就併購了這個東鼎公司，所以呢，現在終於了變成最大的這個供氣的廠商，做獨門生意，要來新建這個非常大規模，總經費係600億元，為起個面積有230公頃，就起到2條兩個所材料打包。漢卡到2017年到1999年這時間。建構了幾多年嘞？建構了18年嘞哈，所以那個寬頻一般來說，是不是在設置工業區，如果7年都沒有發展，可能要解編再重新來考慮。所以呢，經過安多事件了後呢，財體嘅團體就講，你還沒有重新給我做一個環境差異分析，來分析一下、評估一下，我們這裡大潭的海邊地區真的適合做這麼量體大的一個工程計劃嗎？該問題應該先我搶問你財體聯盟改歷史中判歷史中，地哈，突然改慣性早教前幾年都打到凍存命，因為這個環境保衛戰把它留下來了。永辦公碰到這麼大的投資案的時候，才聽到這個大潭藻礁。如果大潭藻礁過去很重要，怎麼沒有被列入關心藻礁一起保護呢？其實突然哈，27公里的藻礁地形，所以永安漁港日切哈，都北部的個竹圍漁港。和水漲的所在哪位呢？水漲的所在是台灘倆。跟用辦公，該兩是台這個保護街，結果台灘這個3地呢，認為台灘哈是本東地市，特別講我來做瓦斯港，本抗議結果哈，佢哋認為冇標到個台灘填廠的個瓦斯接收權，結果哈本中油那去，和佢哋開發到6天啦，只有一個個基地，和當時一個小小的港口。
河底啦，然后河底讲几条摸纳多天，几下就纳多天开始惨嘞。实在讲，其实最早1998年你推台教授戴昌凤教授，最早发现讲原来台湾唔但只有个珊瑚礁，还有世界最特别的按照藻礁。所以潘先生，其实你台滩藻礁挑过某本人最多，唔讲你认为会保留？系啊。当然会保留啊！保留哈！你讲关心藻礁是会保留咧，咱台滩系最早发现有最大片咧，该冇保留，哪有道理呢？所以保留这个世界年头系最早嘅，这个面积也最完整嘅。不过刘俊宇博士他是我们国内研究藻礁的第一把手，藻礁我就要请问我们刘博士了哈。从中油现在它是取得那一块区域，就是我们观塘工业区的这个整个开发经营权呐哈，他们也有出动自己的研究团队，好吧？地方说有藻礁，我去做研究。大潭的藻礁跟桃园的藻礁其实就是一整块藻礁，只是因为区域上的划别。不过也因为在早年就设定了工业区，长期的有一些工业的干扰，所以呢，它的保存状况会不会不如关心藻礁？然后还有我们想要问的就是说，这个藻礁是生还是死，是不是都一样有价值呢？整个台湾从桃园一直到台南都是沙丘地形，就是沙丘很发达。那从新竹以南一直到台南呢，其实就是沙滩、泥滩。那为什么桃园呢？独特有一个非常广阔的藻礁地形呢？那它有很多的条件才可以造成这样子。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桃园的藻礁是怎么形成的。那因为有这样的藻礁呢，这样子的生态系才可以支撑一个沙岸跟礁岸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态的那个生物群，跟它的那个整个。生物多样性，那个大潭这个电厂外面的那大潭藻礁，大潭藻礁的那个生态的状况啊，其实今天是大潮，各位乡亲可以到现场去看。它现在的这一块的藻礁是长得是非常的旺盛。那旺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从大潭一直连续到观音这个地方，就是保生区这个地方，其实是本来是连续的，只是因为我们有几道人工的凸体把它阻隔了。是那。但是海域还是流通的，所以呢，在之前在划保护区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委托的研究，那时候有那个海洋大学的林秀美老师，他在这个地方针对这个整个桃园，针对整个台湾的那个红藻研究，因为他的研究室就是针对红藻的研究。老师，我们看到这个照片是吗？对，这个他针对桃园地区它有8种世界的新种，准备要发表，然后其中有2种是桃园这个地方特有种。特有种的意思是怎么样？如果是台湾的特有种，就是表示说这个物种只有在台湾有；那如果是桃园的特有种，就是表示这个物种只有在桃园有。那如果是桃园的观音跟新屋的特有种，就是表示只有这个地方有。那这样子，这个有2个意义哦。第一个意义就是整个海域的生物其实是流通的。那为什么它单独这1、2种是在桃园的观音跟新屋有？那如果是有这样子的特殊的现象，那它的那个生态的意义就非常重大。这样听起来，其实有很多的独特性是在我们桃园的大潭、观音、新屋这边的藻礁。那现在潘老师我就要请教，那体上天然气的接受站对气都2 double 哦，它第一期的工程预定地是77.2公顷。那这边大潭的藻礁面积好像没有关心藻礁这么大啦，它这边听说那个海岸线台2.5公里这边有藻礁，请问这个工程这么大的投资案做下去，会破坏到你们担心会破坏到大潭藻礁吗？呢？大潭藻礁它现在要做的填海造陆，第一期的77.2公顷，大部分都是藻礁地形，就都是藻礁了，都是藻礁地形。他们很多人认为说，那边都是死掉的藻礁，死掉的藻礁还是藻礁啊，是因为藻礁存在才有上面的生物的存在啊。那这些如果是藻礁，它就具有科学的多样性，具有生态的多样性啊。那我们是觉得很奇怪，很多地方都在死命的抢救，为什么碰到关心藻礁、碰到大潭藻礁被破坏这一些的时候，常常就是好像它是不重要的。你也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有藻礁，而且是最早发现全国最壮阔的藻礁。你现在又来要破坏它，反而拿理由就是说这里不在保护区。摸走教，所以走得走。摸头力啦。好，感谢潘先生。所以
你甲议题就是该重点。台滩填充还有中油公司为系了解天然气接收站选址在这里，这个选址是一定得选在这里吗？其他地方不行吗？那选在这里的正当性或者是最强大的理由是嘛？你呢也有访问到中油了解天然气事业部的执行长廖慧珍廖执行长，透过他就来跟我们说，为什么中油公司要选在这里，非选在这里不可的原因是嘛？我们也做过其他北部接收站可能的那个厂址的评估，还是认为在观音工业区那边是最适合，因为它离你的目标市场，譬如说台电的大潭电厂，还有我们北部的市场是最近的。基本上我们希望可以在8月动工，因为这个是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能源计划啊，因为大家都不喜欢核能。中油公司董事长其实有几次在媒体访问的时候有表示过，一定会等到我们那个环境影响说明书的现况差异分析通过之后，我们才会动工。那动工之后，其实我们就会跟环团来谈怎么样回馈，怎么样做。那真正保护，因为其实你所有的保护不是放在那边让它自然发展，就一定是最好的方案。其实你如果有一个适当的，或者是比较积极的，然后正确的那个保护方式，我想这个是我们的目标。突然是就针对你个台滩助教，系台滩助教就做哪条个研究，你还有嘛个研究结果么喏？我想针对这个部分哈，我们桃园市政府已经委托中央大学做我们全桃园海岸线的藻礁的分布调查。那我想说，未来这个数据可以作为一个基础哈，也可以提供这种公司在开发的时候做一个依据哈。那我想这个在6月底哈，我们整个那个藻礁的分布调查这个数据会出来。这部分是含那个观塘工业区的潮间带的部分哈。那到时候我们一样会提供那个经济部工业局哈、开发单位中油哈来做一个环境差异分析，里面可以把它一起并入评估。如果证实它仍然也有很高的保存价值，我们在地方政府会不会主动再来把它积极划设自然保育区呢？这个部分我们就等我们的资料出来以后，我们会做通盘的评估、通盘的考量。通盘评估、通盘考量，听起来是有希望了哈。不过两问题应该先有高本现从甲乡亲朋友，你都系财田人啦哈，那个俄罗斯度你都细细细节很朋友，冇强人家回忆，记到对你到的意义系嘛个？两摆就安台个开发案为冲击，为影响到两大波，大家个性侵想法系嘛个？抢卡手咧回答，你先抢理事长。你是讲香港哈？你了解，国际级的藻礁，如果在中油来开发哈，是不是它会整个影响到我们整个海岸的生态？这是我们在地人也在关心的事情。大研工业区、观音工业区，现在桃科环科工业区，再加大潭特定工业区就是发电厂，已经陆续开发完成了。它是不是已经在我们的桃园的沿海，有高度的开发了吗？其实空气的污染啊，本来都有所有大原因啊，都承受啊，还都有身体健康就影响动态的啦。还农林作物有嘛相对的有嘛会影响到，还了解噪音，了解空污的对。事实上是造成我们大潭里、保生里，甚至于新屋那边的周边，都影响到最大的优异哈。虽然是讲接收站。可能实质上是影响藻礁了哈，但是2个不定时的除气槽在那里啊，百姓也会这个生命财产的会安全的堪虞。再一点，我们更怀疑的是说，将来是不是夹带炼油厂会来这里啊？像过去特定工业区也好，现在连市政府要来开那个第3个什么焚化炉的一个焚化炉一个工作站在这里。那大潭电厂，你看以前是6个机组啦，现在又为了什么环保什么那个又增加4个机组啦。好，那你如果说中油要来，那将来是不是夹带炼油厂来？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堪虞。你谈到了就地道哈，其实讲起来也系2个选择的问题，一旦开了大门，是不是这个工业区将来只会更工业化而已哈？对财体居民嘅环境会受到损害。我个想问其他嘅乡亲朋友，很朋友强人困法，也系讲冇强人嘅困法。其实我对中油的信任感也很低啊。他们或许真的做得到，可以降低污染源，或许做不到。但是我觉得要给中油说明的机会。那
我们另外一个思考点是，到底台湾有没有真的缺电？如果台湾没有真的缺电，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质疑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的一个正当性？是不是就可以要求中油说，你是不是改善你自己本来大潭电厂机组的一个发电的效率或者环保的部分就好？你不需要再做接收站啊，你根本就不需要再做更大规模的开发，这个部分也是一个思考点。但是如果真的逼不得已之下，我们得做这样的开发，那我觉得也要等那个中央大学的研究报告出来，甚至是要参考刘博士的研究报告，我觉得要做一个通盘的评估。以你的立场来说，因为关系地方事务之深，所以如果没有好好审慎评估的那个时间，你觉得8月真的太仓促？我认为8月是一个非常仓促，而且非常不尊重基层居民的一个意见，因为其实基本上对基层的居民来说，我们根本还没有得到相关的资讯，所以就算支持或反对开发，我觉得8月都是一个太仓促的时辰。时间会放下冲突了吼，不大家上清楚讨论清楚怎个来啦吼。迄咩向亲朋友也有安样想，了解中油公司为系里边安排个了解天然气个接收站，又让大家沟通么？大家就得到两方面个之前又讨论过么？唔定义嘛个想法，所以开始访问的。来，那个线上举手先生。中油要在观音开发来讲，我首当其冲。首当其冲啊！对，那请中油这些官员把他的家里搬到来观音住，可以不可以？这2个储油槽摆在我们角沼这边，藻礁，甚至政府官员或者行政院长搬来这边住，如果大家认同呢，拍拍手，好不好？我是首当其冲，好不好？来，请问你说首当其冲，冲是冲什么？你就我家住那边首当其冲，连沟通都没有，好不好？我昨天我要抗议的，我是第一个抗议，比那个年金更严重，好不好？谢谢。你抢错，就其他乡亲朋友做咧讲一下么？用唐时咧大家其实对了解开发有动作感唔了解，係嘛？了解先生係乜係也有意見會講誒？謝謝師姐啊，係惠春啊，伊拉希望在哪？給他就麥掉，又該麥掉你啱唔啱？哦哈，那時候很好，生態動好，生態很好。你係去做？你哋本中州嚟到去啊？冇講埋啦。我嘅李總啊，你係我都係嘅大家總，你唔係你要唔為自家嘅向你來爭取呢？好，了解先生，你搶錯，我談到你嘅意見咧。你都看到哈，其實了解開發案。就是这个照这个图示，我们的这个观音还有我们的新屋就在这个回顺所在哈。两片风色改 key v 就系你哋下个观塘工业区，将来它在这里设置第3的天然气接收站，就是在这边总共有230公顷安翻，基本上是这个大型的地上型16万公顷的这种除气槽，就是这种液化的天然气在这边，然后呢就直接就近输送给大潭电厂来供气燃电，这是一个政府的算是比较终端的政策，是希望可以在这个洁净能源的使用上是正面的这个推动。有一个重点是大家为先来好好沟通讲清楚，两个事件，第一个不能太急，第二个要务必让大家都能知道它的利害关系。很多都才提对讲，你下正气该也系俩。在地的居民从前去海边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农民就把我们的藻礁当作冰箱，他们想要吃东西就到冰箱去拿，那就有各种他们需要的食物。可是现在不是了，后来又被污染了，大家都忘了它了。现在就是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才发现了哇，大潭蛮可怜的。这种可怜在地的人可能还一时没有感觉。我要特别强调，大潭从早期防风林死掉，然后呢，农作物欠佳，然后高银化工就来造成那个什么镉污染，然后呢又有盗采砂石、垃圾回填，那个什么废土又再回填，非常可怜，最后变成一大堆工业区。是，那只是过去哦，简单的过去。我要强调的是，未来会更惨，惨什么？现在因为呢，台湾很多地方呢都已经划了工业区，大部分的地方呢。人民都不希望有污染工业进来，就像龙潭说要去做天然气接收站，不是很好吗？不是污染很少吗？他们就反对。我们市长也去说，那里好山好水，所以我们不要让他来盖电厂。对不起，我们的藻礁是国宝级的地景呢，你怎么可以让他来盖天然气接收站呢？谢谢。该副局长。副局长，这我就好奇您的意见跟观点了哈。其实，在面对这个自然生态环境也好，或是人有实际居住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聚落，
面临到投资案或开发案的时候，什么样才符合我们政府国家定义的永续？刚刚刘科长有跟各位乡亲报告，就是也是潘老师一直非常努力在推动的，也就是桃园县政府在100年的时候开始注意说藻礁的这个应该是把它保育下来。那经过了中央还有地方，尤其是班老师的中间的这个穿梭，然后在103年的就把关心藻礁4.5公里的部分去把它保护下来。那当时湿地协会它的观点是说，在这个地区它是自然度最高，然后尤其是说到目前为止保育情况最好，它露出的礁体的面积也是最大的。我们先把它保育下来。所以从此一关，现在要谈的问题也在于说，过去我们经过环境保护革命的运动，因为碰到开发，才把关心藻礁就主动化是保留下来。其实我们的大潭藻礁不会是第2个呢？没有，所以接下来刚刚刘科长有报告说，我们把关心藻礁保护下来以后，至少说在27公里的这个4.5公里已经保护下来了嘛，然后它接下来又一个研究的计划正在启动，6月份就会有一些科学的资料，看看有没有其他更需要保育的地方去保护下来。大那个部分我用个保护，也是讲用个强顺，嗰类看一团样片。这个绿色的呢叫做石醇，这个呢叫沙菜，它也不会造礁，会造礁的是像这一种的，这种紫红色的，紧紧的贴在我们礁体表面的这一个紫红色的。推掉过後，桃園睇潭嘅海船，可能過去都係貴太片嚟嘅俄羅斯，也經過為7600年爭議為安整嘅一個現象。這種紫紅色的藻類呢，叫做無節珊瑚藻，它會吸收海中的鈣質，然後它死亡之後呢，那個鈣質就會留下來，變成碳酸鈣，堆積，就堆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礁體。就說美圖基金本年連業也成透過保護企業關心俄羅斯內，唔過環保團體都認為，睇潭嘅俄羅斯數量下加多，下加中國，應該我哋好下唔係去同佢破壞，行結下擺同時從產文產提出愛保護嘅訴求，但一切都冇得到正面嘅回應，韓國應聲。包括這個大潭段或其他段落，那中央大學也協助幫忙做調查。那不過如果是屬於中央開發的設施，我們會把調查報告送給中央參考。故作環保團體4月12日就請群眾行上開大嘅南海拖同俄羅斯對發生，希望總統蔡英文來同亞到天數。難道我們大潭的居民就是阿董的公民嗎？我希望桃園市政府也能夠關心，相對的，我們中央，我們蔡總統也能夠來了解我們地方，犧牲那麼大了，不要再給我們做最大的犧牲。桃園菜地店嘅理事長潘忠正，喺第4屆提供日前，總統接見12日飯堂代表家下，直接請總統我哋保護俄羅斯。反方人士必都會保存俄羅斯3萬去整治，記得唔好出產嘅俄羅斯，可以認真按呢繼續保留下去係。白蓋開發案係中油公司為到兩邊看到，要蓋一個第3天然氣嘅接收站，冇去到了大波。提白蓋開發計劃呢係有77公頃，那整個觀塘工業區大概有230公頃左右。那其中這裡有一小段，都來惠蓀潮間帶，有2.5公里左右改台灘走礁，你這樣子以地域來稱呼它。所以呢，才提供呢，又你們也有向青年會講，按用其他去了後為對了個走礁為產生衝擊，還個對了做選挑個居民個生活也會有影響。大家對了個安泰個挑戰運動了大無，你就想法又哪一條，也做得假了機會提出來嘅。請聽下改先生你好。我們對這個接收站的問題覺得一點中油太沒有誠意了。有辦法他也沒有來做個說明會，也沒來做什麼動作。我很注重的就是我里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就剛才我們那個里民講的，我里長為什麼不參與他們的開會？因為沒有公文給我們嘛，我們里辦公室不知道。現在有了觀音工業區還有那些大園工業區所帶來的污染，包括高雲的鎘污染，把我們整片的土地弄得支離破碎所以說政府沒有去做到督導的動作。這些藻礁為什麼到現在還有一些存活，一些已經死亡？為什麼？工業區的排放污水為什麼不去控制？
工业区的污水你一定要严格的把关啊。先感谢李总，还有其他乡亲朋友吗？来个卡许的先生。主持人好，你个藻礁，我良心不会讲啊。高因咧下就是说台滩的藻礁全部灭死的咧。你饲到屍體咧，用我講啦。我從細到海大陸台我本身第一春天林啦。海水浴場我是喜愛啦，喜好10個月唔敢開放。用我講。觀音公園是污水有沒有？排到那邊啊。所以你的意思講吼，其實你台灘提起回順，其實污染早就是死的咧啦。我從細大陸台，我都愛欠滿債、欠馬賽姆、欠負債，你就大概有欠過。所以你飼到，你屍體，飼到你愛終於為咗用你來台灣村民溝通補助下重要啦。你個保育早就係便宜來的啦，個下頭會上來哦，你保護嘛，你那邊飼養場咧，我從這大陸台啦。潘老師，我是台灣那邊50歲的啦。從這度咧，足滿在做到台嘅啦。甲叫下李總又講吼，其實也會動手，了解天然氣會唔會影響到居民嘅生活安全，才佇居民會希望交通麼？主任，要重大建設啊！你也冇錯要動機咧啦，頭殼都進修，挨到係體會強位啊！推田2200萬啦，到安永勤進修，然後樹林官商勾結出到1600萬啦，這門菜體係大概啦。同喺講要養我啦。好，安用愛地談到咧，新聞搶座，兩邊還有鄉親朋友會反映的嗎？剛才講走風色嘅，你好。我覺得剛才他們談到，我覺得我們有點是被模糊掉焦點的。重點不是說藻礁還有沒有存活，不是說它不存活我們就可以去把它去毀掉，而是說在我們這個天然氣港，它蓋它是不是唯一一個辦法，就是它必須把藻礁全部活埋。所謂的天然氣港，它根本不需要做填海造陸。我們所需要的天然氣所需要那些油槽以及相關的工廠，利用我們現有的大潭以及桃科的工業園區，絕對都可以做相關的設置。那就時程上來講，這樣會比較快。那我也是想說，那針對這個部分，我想請問兩位那個科長局局長，就是說，那你們這邊接收到的訊息，你們就是認為說藻礁就只有全部挖掉，或是說完全保護，不應該只有這兩種選項。我們或許可以讓它開發，但是就工程技術上來講，完全可以做到是不用去傷害到藻礁。那中油在做這一部分，它有沒有做相關的說明？這樣子，謝謝。謝謝。安泰嘅挑戰，係唔係做嗰啲撈柴地嘅藻礁，透過友善工法，或者是生態補償或者異地補償嘅方式，做啲強順嘅，所以你係會討論嘅部分哈。那第二個問題，先會請我們的劉博士。博士剛剛相信很明確提到，他從小生長長大在這邊，他看到大潭的藻礁不是沒有，但是長期以來的污染也已經壞了。這裡本來就是工業區，在做工業區的其他發展，已經也是不可擋的趨勢。所以，我們問題還是回歸到這個藻礁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價值存在，才是說這個開發案其實應該要顧慮的呢？這個地方，這個大潭這個地方，它的那個生態哈，其實漸漸回來了。尤其是這幾年，其實市府也做了蠻多的努力，在控制污染的部分，所以它慢慢的長回來了。然後它也慢慢的適應那幾個凸體，所以在比較低潮線的地方，就已經有蠻多的藻礁正在旺盛的生長。整個台灣，我把它跑遍了，整個桃園就是藻礁最主要的分布點。然後往北延伸呢，一直到北海岸，其實藻礁已經剩下50%，那剩下另外50%是什麼？就是珊瑚。然後再往東部，宜蘭、花蓮、台東那裡大概都90%以上都是珊瑚礁。所以你的說桃園藻礁是全國之最啦。對，如果你要保護藻礁這個生態系，就只有桃園這個地方有。那這是很重要，就是不可取代。剛才主持人也有提到說，我們如果這個地方被蓋了工業區，或是被不管是開挖或是回填，那這個被開發的這個基地，是不是我們可以把這裡的藻礁移到其他地方做異地復育？可以嗎？異地復育，好，請問各位鄉親可以嗎？為什麼不可以？因為藻礁被挖破了之後，它就不可能固定在海床上面，它一定會隨着海洋飄一飄，最多就是被打上岸來，變成岸上的礁塊而已，它不可能固定在，所以異地復育是絕對不可行。這個神話會破滅，所以說這工程要做就要謹慎。因為亞瑞堂仲要個集行中去針對幾多個規範內容，用哪條講法要強向親朋友來談一下。在我們找台灣濕地協會的那個研究團隊在幫我們做這一方面的 study 的時候，其實基本上看法上其實有可能跟環團那邊的看法，或者是將來可以怎麼樣賦予的，是有一些微的
不同。好，那因为环团他们的诉求，我们当然很了解。可是有些时候，就像我刚刚有提到，事实上要用很多更科学的方法来做一些处理。那它也并不是无解。那我刚刚也在强调，在我们岸边的那个可能的所谓的藻礁，或者是甚至于讲说我们具就是专业他们来讲说具造礁功能的壳状珊瑚藻，这些东西事实上我们也有它相当的比例的研究。那我们发现这个部分，事实上我们在这里做，除了我们可以做异地补偿之外，在这边应该是对整体的藻礁影响最小的啦。好，了解天然气嘅接收站呢，了解洁净能源的使用，了算系国家嘅政策奉进啦吼。不过你下财地嘅向前都讲到，安泰国家级嘅规模嘅规划案，用了到财地冇法度好好嘅在地讨论哈。那我们刚才也听到执行长说的，希望在这个友善工程的这个内容施作方法上做一些环境的补偿。那问题我也要请教副局长，其实林务局也好，是我们地方市政府的林务科都是保育的单位啊。那碰到其实在开发的时候，怎么样子的这个生态的补偿或者是工程共生是你们需要的？这个资讯可不可以得到更多的公开的揭露，然后才有办法进一步来谈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最大的双赢的这个局面呢？生态补偿是现在的工程里面的4项选项的其中的一项，好比有一些回避。或者是补偿，这个都是现在的工程的一个项目了。可以讨论也可以做得到的吗？因为刘博士是藻礁的专家，那他说不行，那我们不是学藻礁的人，我们当然也没有什么智慧了。但是一般的工程是可以当成所谓的补偿的，就好比说我这边有一个保安林，我这边做了哦，那因为这边要开一个国家的建设，要开一个假设一个什么的设备在这边哦，要开一条道路哈，那至少会把这个保安林会做一个调整，是。那我们必然去找一个空地，要把这个保安林去把它富裕起来，这个可以做得到。是。那可是有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所谓的生态的栖地，就是 niche， 就是有的时候你去，好比说你要萤火虫的富裕，你在 A 地方是可以做。不代表 B 地方可以做，是那这个还是要透过科学上面的研究，看看有没有富裕的可能。所以，作为保育单位的中央主管机关，你们会希望中油公司在这个施工的内容方案里面，能够更揭露它的资讯，大家可以才能好好的来谈这个环境的生态补偿怎么做哈。这个就是常常讲的说，我们有在所谓1跟0之间，其实有无限种的选择。那个选择是要怎么样去选择？那这个的话，大家都很明智的去做互相的讨论，彼此知道各方的一些立场，然后做最适合台湾每一个人的这个期待。这样做的话，我想在执行上面比较是容易永续的工程当然需要政府跨部门的这样子好好横向的讨论。那刘科总要请问哦，其实根本伊了解突然最近也都该办那个农业博览会，我看你参观个音乐不会少哦。还看你素材个观音嘛，观音的莲花季也是在台湾数1数2，所以最近那个休闲农业、休闲农业，还有那个观光产值在桃园都是。郑市长在努力推的这个市政啊，哈，那现在这么大的一个第3的天然气接收站，向新朋友已经表态了，记得该修理，也会对那个自然环境造价会产生损害，唔定你都会修吗？那我想未来不管所有的开发案哈，那必须要以保育为优先的立场哈。那我想现在今天这个第3天然气接收站这个整个开发案，其实是中央的一个重大的政策。那我想在所有的各单位哈，从海岸管理法、湿地保育法、在野生动物保护法哈等等的法规的严密的看守之下哈，没有达标准，那是当然是不能开发啦哈。那未来的话哈，我们期望中油哈，不管在地方上能够多沟通哈，把生态补偿好，或者是相关的数据能够呈现给我们第一线的那个乡亲朋友，让大家了解哈。那站在我们市府跟农委会的立场是一致性的哈，一定是站在生态保育，这是优先的条件。甚至它的生态真的被证实的非常好的话，也会积极主动想要来划设保存。点头，谢谢。好，那个快风险从伫向亲朋友谈安用下来哈，就对哪种议题还有想法，我要补充意见呢？该改信上，我们先请他哈，他刚刚就举手了。我认为刘科长的建议非常好。我相信我们这边的村民一定是相信专业，
只要是政府的重大建设，不要影响到我们居民。既然有影响到我们的居民的时候，我们就讲回馈，就这么简单。我们不是刁民，好不好？你是要嘛该回馈呢？不是，你到正式的调查表都还没有出来嘛？你现在到底会影响到吗？还不知道嘛。如果影响到真正政府重大建设的时候，我们挡不住的时候，那不是讲回馈吗？所以这个东西是要用中油来做一个正面跟村民面对面的沟通才对嘛。你是我们在地居民，你系讲了解开发为大类污染，也系讲了解开发某本台价补充。有工业就有污染，利与弊自己去衡量，要权衡。就如从当初电厂来开发的时候，大家也是在抗议啊，结果呢，不是照做吗？也是照做嘛。所以照做的时候，他有没有变回馈？有嘛。所以第一个，你们想要知道他们工程内容到底会到什么程度，然后第二个相关的周全配套要出来，很安用吗？这是中油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跟我们做一个正面的这个所谓的沟通协调嘛。既然我们挡不住的时候，我们就干脆回馈讲多一点，我欢迎你来开发，这样子不是比较干脆吗？所以早教破坏推也还讲，老实讲，在我们感觉早教可以配饭吃吗？一起都没法。那边关心那一块的，我认为说中油也好，市府也好，你们应该编一些经费，让他去养护跟富裕才是真的嘛。所以其实还是要活用，是不是安永兴？当然是啊。我请问强用都系居民，两片居民又讲到，其实袂少呢爆炸，也还讲嘛该臭味啊、挑口呀，因为我们这就是重污染区，有革米污染。其实我们现在农耕都不脏了。报主任，我试问一下，某一项重大建设，谁敢说100%零不会有危险性的呢？因为安乐管昨天接受的生安永感啊，人生在世，袂死是袂死。食饭啉水都袂共时，莫个不爱食贪食死的，冇可能的啦。你欣赏意见谈到咧，你清楚。所以呢，面对开发，该个性侵啊，还唔系又冇强用嘅主重啦哈。他就像今天又有诶听受的吗？先来了解欣赏。一个开发案啊，怎么会不会影响到地方的生态跟居民的居家生活呢？或者影响了又怎么样？就像我们电厂这样子，一天不到给我们10块钱的回馈啊。我们要这个10块钱干什么啊？好，大家试想看看啊，一天到晚的噪音、空气的污染，你们所得到的一天不到10块钱，大潭居民，对不对？你们认同吗？刚才我第一次讲的时候，就是已经过度开发了，政府就要重视，不要在我们这沿海再过度开发了嘛，对不对？已经牺牲那么大了，不是说都没有牺牲啊，我们乡忍为国啊，才拿你这10块钱不到的回馈金。好。全部的回馈金都拿到市政府去统筹运用，我们所在地的才多少钱？这大家都知道了，心知肚明嘛，对不对？我们不是为了区那10块钱呐，好，所以我们不愿意再牺牲我们自己的生命健康，甚至于我们的子孙将来都牺牲到了啦。好，感谢你反映，还有向新朋友的反映，你们抢卡手，该也欣赏。其实我个人看法，因为我有参与整个桃园县早教污染防治。包括河川里面当志工检测人员，我对政府这几年的用心尤其环保局、环保署，那让我们的桃园县11条河川这个最近几年呢，说实在，在整个污染程度有降低，这可以我们要给他政府的肯定。那也这几年可以看到，我们早教从以前乡亲很失望记得早教都是死的没有东西，但是这几年都在恢复这个我的个人预期，只要给政府一些信心，我们老百姓要做监督把整个早教里面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让水质变好，污染降低。我相信呢，早教可以未来讲是会生态越来越好。那你们担心这个第3的天然气接收站这么大的量体做下去，本来已经慢慢的直线上升，现在会在？对，那如果早教里面给它埋了，什么都不用谈。那今天不是说污染这么单纯，它是整个200多公顷里面，其中70几公顷是把早教整个埋掉，那连机会谈复议的机会都没有。好，谢谢。感谢。所以唐董其实采地个向进那个意识也觉醒维持到那个环境保育，接送可能系开发案个最高价值他讲了解线上阿伯也会反映的么？你好。这个工业开发的时间，就台湾其实下落来台湾了来对了，发现到我冬天是否我冻2季，伊个双季还好，天一季冻得会吹下来的时间，你就无专门变个大
大剑稻子，太敢摸用啦吼，袂开发，袂结米啦。哇，啊，用个都摸剩产量是啊，所以讲啊，起点就污染是个原因，吼，起点也回顺早教个系唔啲啦，我做係成年嘅時間，我就條件是個搭開菜，唔該做要做個回五百個，吼，很就差唔多大概下當時人大班仔，大班仔個下，很忙都可以發嘅時間，個下大班仔哦，人員哦，做啲達到千人跳，哦，喺呢下呢，做啲工業做呢下，全大模人員大模2-3條，係，喺做因為原因呢。因為是有了腳膠，又上個回菜，跟慢人未發出來，很多了就冇啦，未上回菜。所以你下落是下艱苦呢？冇法度咧，冇事啊，人落去時啊，就係已經打冇3條喺度做咧，是冇？所以是感謝。那個阿爸講到的故事哈，其實親身經歷，所以反映到其實在大潭地區，好像是環境災民一樣，從過去而來的開發，對他們的這個日常生活，還有他們以為生的農業生產，還有漁產，其實都產生很大的影響。綜合鄉親朋友的問題，我先請教劉博士。在這個這麼大的觀塘工業區，現在中油公司的這個第3天然氣接收站的開發案，預計最快在8月就要在這裡做。那剛剛鄉親提到，其實他做這樣一個量體在這邊，不管是怎麼樣衝擊也好，第一個，他對這裡的這個環境，除了是當地大潭之外，一定也不會只有大潭，是整個周邊。那這裡其實也有觀塘工業港，我們知道我們的這個關心藻礁，我們這個保護區就在這邊。請問博士，照你的了解跟研究，哈，真的第3接收器一定要做在这边的话，这边对整体的环境冲击是存在的吗？非常严重，就是现在的凸体大概离垂直那个海岸线是大概1公里，那再过来他要做的那个整个堤，像它的北堤有4000多公尺，那样子凸出来的凸体有3倍现在的1公里，就是有大概有3公里的宽度，那样子的凸体效应，目前的凸体冲击到就是保生村那个小范立新南侧那里的侵蚀作用，每那个1年要放2000块的消波块才可以让它的侵蚀暂缓。那如果那样子3倍的话，它的冲击点一定会往南。那往南冲击到的会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新屋溪口。新屋溪口它有一个长长的沙丘地形，那现在是种防风林。那个沙丘地形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隔绝新屋溪内侧的红树林跟外侧的藻礁地形。新屋溪的水透过那个沙丘慢慢的渗出去，所以呢，可以维持外面的藻礁可以维持它的含沙量不要那么大。但是如果它冲破了那个点，你可以想象。沙子所有的泥在红树林里面的泥，通通会覆盖在藻礁上面。所以呢，不要以为说，大潭那个藻礁被破坏了没关系，我们还有关心藻礁，因为关心藻礁会连带的就没有了，因为新屋溪的那个淤泥一定会整个覆盖在藻礁上面。是刘科长，用一点维修吗？你们市政府最引以为傲的关心藻礁，不管在你们政府部门的官网或文宣上，它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自然教材的这个经典教案。该面对许多养修的安排呢，维修吗呢？这个部分，我想说，中油它是一个开发单位哈，那这个因素哈，水文漂沙的因素，将来会不会覆盖我们的关心藻礁？这个也应该要列入他们的环境差异分析里面，让大家所有好朋友知道，将来如果开发的话，对我们现在所谓的关心藻礁野生动物保护区，是不是有任何的影响？市政府是不是也该沿用刘博士他们做的研究，好好在这个说服上去好好把提出这样的数据，来让所有的开发单位可以好好正视这件事情。我们会朝向这个目标来进行。谢谢。是哈，好。两下呢，个事件告本大家，还有嘛该未尽之言，还有想会讲的么？个让准备机会告本大家。我们先开放还没有发言过的人，乡亲。刚才乡亲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工业区这么多进来了，我们还是没有钱？问题是在于哪里呢？你这边污染这么严重，谁要来观光？对不对？那如果今天你愿意把藻礁这么大一个面积，把它，如果我们的市政府可以把它列为自然地景，那么它就可以从大园那边的许厝港湿地延伸到大潭藻礁，
然后再到新屋永新关心早教，接着再连到新屋的10户。政府的观旅局可以成立一天所谓的深度之旅，桃园海岸1天深度之旅。那如果他把这个早教从盖这个中南天然气接收站，然后接着观塘港又在的话，不好意思，你从许厝港湿地赏完鸟之后中断了，大潭没有海边了。从此以后，你住在大潭，你的朋友来说，哦，我带你去大潭海边，不好意思，没有大潭海边，你还是要走到关心早教那边去。所以以观光财的这个论点来看的话，它可以长久，甚至于下很多代的子孙都可以受益。是我们非常感谢这位小姐提出来的观点。好，这篇也就信上为反映呢。在座的人民体态、北上体态，伊礼拜也重要的议题吼，都以台汤脑动态。当然了，开发案吼。对于安尼的经济吼，又帮忙，不过仲埋都同埋安尼台汤人来开，安尼清淡的经营当冲咧，从推田，还个废炸床，还个医疗的垃圾东西，吼，还个嗰种种油的过来，你行啊，同埋垃圾东西，佢咪个从个田子床落来，安尼当然崭新，从推田落来，佢补充安尼。一摆可以，嗰種係空頭支票，冇擺可以上，付出嚟錢少，填錢冇回饋，嘛個游泳池咪面膜，嗰仲要佢來開發，對安尼就冇好處。佢講對經濟當有好處，對安尼呢，佢會讓安尼係感情一擺落體，安尼台灣嘅感情吼，本來重要吼，本來都那種工業氣那種東西來吼，一擺嘅差力強。伊個人吼又反對又戰心，伊個人從細吼到了大吼，伊對了片土地嘅感情動情。你一旦了土地吼滅強吼，你冇可能萬年千年冇可能個變進來。按種有開發，佢有別種嘅方法做代替。唔先講吼，來開了種嗰種嘅種有草，佢初期70，後期200年。你活下來，你家庭有大問題，你就咪開人睇。你講下你咪唔相信，你開人睇，你咪병推拖拉股呢？你200家家庭係嗰種嗰種煉油廠家庭會活人落來，佢到底係環評過來，佢煉油廠嘅落來吼，安然吼台湯裡面吼，會主動佢吼，嗰是冇可能嘅，嗰馬上落來，安然台湯家長咪唔識出來啦，安然發揚，同埋安然台湯裡面講實在講，自立自強。哦，感謝安都甲鄉親都提出了一條的看法想法咯。那潘信上潘理事長最尾也強調就是講，前10月份又去到蔡英文總統又做最尾嘅親，希望講做啲實際吼，重用嘅部門做啲下來做實際的探勘，再來做將來開發的重要評估啦吼。所以保妹也做啲到你訴求個提出來講一擺冇。各位鄉親，我4月20日哈，跟日就讓你總統見面。見面的時間哈，我就讓安尼個問題哈，讓總統講。總統今日就記得了，4年前佢就去關心早教，看到安尼個俄羅古商了。今日地講個當窮擾，佢佢就告台哈，安尼個農委會副主任委員按到陳吉仲。所以個副主任委員佢講吼，了事情當嚴重，安尼吼，會請個部會首長，會本來講會2禮拜來，可能2禮拜佢當無限，也可能是下禮拜，也係下禮拜啦。總講是會請個官員吼，到現場來看安尼倆吼，睇他們倆俄羅古商吼，到底有啊麼？係有到樣板，會保護麼？係決定會保護以後吼。該可能安尼中油第3天然氣接收站是會本安尼吼拔出去，我會到安尼鄉親吼鼓勵，我去到安尼鄉親吼，安當然安辛苦以來吼，你也有安好嘅機會，安尼倆海巡倆是講早教吼，韓擺係就保護下來吼，安尼水漲水太平嘅個早教係就保護下來，安尼倆韓擺做觀光設備，吼觀光設施。台這個我存錢是當好存的啦，唔會從你啊吼，定個回饋金就20塊安樣回饋金，吼，嗰係安尼當好嘅機會，安尼台這個強下來達標，我就當然就是講，讓台這個強下來達標，好嗎？好，非常感謝潘信上。
倒台吼，了解环境永续间问题吼，你有用个选策，你政策个方向会很多来维系。相信我们对藻礁还有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我们的选择跟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呐吼。韩卡呢也希望中央共识做得紧紧针对几多个规范内容，能源的布局系咪紧紧有迫切性，更加正当性，做得好好规范了村民好好沟通，了解议题甲讨论每天咯。村民大会今日讨论到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下个礼拜再会。